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度风台小可要来，气象署中昼10点半时已经发布陆上警报，风台部分款按算下暗就会开始影响到东南部。拜三甲拜五是影响台湾上明显的时阵，风台上新的消息，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 小犬它目前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410公里的海面上。它的强度在过去3小时稍微有减弱一些，但是它7级风暴风半径仍然是维持在250公里左右。预估未来是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其实它目前暴风圈可以看到正在进入我们的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目前我们所发布海上警报的区域是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 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南部，至于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台东、恒春、屏东，还有高雄。预估在星期3到星期4，它已通过台东南端到巴士海峡这个区域的机会最高。然后星期3到星期5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 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马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的现象。今天越晚的时候，北部、东北部的降雨几率就会比较高了。我们也提醒，在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阿当、花东地区零星会有些降雨，除了东北部以外。 明天清晨开始，连花莲、台东和恒春，明天一早开始就下雨，而且在星期3、星期42天，这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降雨时间长，雨势大，容易出现豪雨或局部性的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